話說戰國時期，趙國有個勁抽將軍叫廉頗，佢戰功彪炳，威震四方。但係有個書生叫藺相如，因為一次出使秦國，憑住口才同智慧完璧歸趙，竟然一夜升咗上卿，位列廉頗之上。廉頗怒氣沖沖，頂你個肺！我日日打生打死，出生入死，佢就靠張爛嘴就騎咗上我頭。我廉頗唔係咁易恰噶，如果我撞到佢，我一定要佢喺我面前仆街。老將軍覺得好撚唔抵，四圍放風話要搵藺相如嘅麻煩。面對廉頗嘅囂張跋扈，藺相如嘅做法卻出人意表。每次見到廉頗嘅車馬，佢都即刻調轉頭避開。門客甲，大佬，你做乜撚嘢啊？佢係咁蝦你，你仲要避？門客乙，係咯，你咁避法，人哋會當你係戇鳩噶，個個都話你黐線噶啦。門客們不滿，我哋跟住你，為嘅係榮辱與共，你咁樣搞法，我哋顏面何存？佢班門客真係忍無可忍，覺得藺相如咁縮頭烏龜，簡直係影衰自己。藺相如，各位兄弟，你哋冷靜啲，你哋覺得秦國大王會驚我定係驚廉將軍多啲？門客們，梗係驚廉將軍啦，佢帶兵打仗，有勇有謀。藺相如，咁秦國今日唔敢打我哋趙國，係因為有我哋兩個喺度撐住。如果我哋兩個自相殘殺，搞到內訌，趙國仲邊有得整？到時秦國一攻過嚟，我哋全部都要仆街。我咁做係為咗國家嘅安危，唔係為咗我個人嘅面子。藺相如一直話，令門客們恍然大悟。廉頗嘅下屬將藺相如嘅一番說話傳到佢耳邊。老將軍聽完之後，如夢初醒，佢終於明白，藺相如嘅忍讓唔係懦弱，而係高瞻遠矚嘅大智慧。廉頗慚愧，我廉頗真係個仆街，日日只顧自己面子，竟然搞到差啲害咗國家，我真係戇鳩到極點。我對唔住藺相如，更加對唔住國家。廉頗越諗越覺得羞愧難當，佢決定要彌補自己嘅過錯。廉頗揾咗荊條，背喺身上，親自走到藺相如嘅府邸，跪地請罪。廉頗，藺大人，我廉頗有眼不識泰山，心胸狹窄，冒犯咗你，我罪該萬死，請大人責罰。藺相如，將軍言重了，過去之事已成往事，國家利益為重。藺相如熱情地扶起廉頗，兩位原本水火不容嘅大臣，從此結為刎頸之交。趙國亦因為君臣一心，得以國泰民安。呢個故事教識我哋，忍讓同大局為重，比一時意氣更重要。